哦，刚好车了啊！哦，这西宁糖厂啊，你看西宁糖厂，西宁糖厂总厂3楼资产客啊，去那边填单子申请，说要买那个台糖的农地或者是租农地啊。哪些地方像那个以前那个火车会载那个甘蔗啊，要载到西宁糖厂这边啊，然后会有一大片土地，铁轨咯，集中那种甘蔗集中地啊，要有一大片的土地的。后来没有生产甘蔗了，那些土地荒废了，但是还是台糖的土地哦，可以租可以买哦。要到这里西宁糖厂这边，台糖的总厂就是西宁糖厂这边。画面正前哦，你看那3楼啊，资产客都填单子申请。